買樓呢件事嚟講，真係方向唔啱，真係努力白費。沒錯。大家好啊，我係廖老師啊。咁今日嚟講，同大家分享我哋專業上面啲嘢啦。首先，房嚟講係絕大部分13人當中，即係單筆價格係最高嘅一次消費啦。畢竟嚟講係一處遮風避雨、安身立命嘅居所啊嘛。佢更多嚟講都係承載住一個家庭嘅生活夢想啦。咁老百姓嚟講都係追求好房、好物業、好生活。咁點樣嘅房先稱之為好房呢？咁作為行內人士嚟講，即係將其歸納為6個點啦。首先嚟講係規劃設計啦，第二個嚟講就係綠色智能、建築用材用料質量啦。咁第四嚟講就係社區嘅配套、業主嘅服務。咁今日嚟講，我廖老師將依佢呢個6大標準，先嚟講剖析下，即係好房特別嘅質量係點樣，教你從萬千房源中揀好房。買房嚟講，必須我哋一定要睇個規劃設計啦。跟住城市建設需要提前規劃一下，即係房建出嚟係需要提前規劃噶嘛。咁需要將我哋以後生活各種情況情景係考慮入邊，針對性嚟做一啲設計啦。一睇平面成個小區規劃佈局，你睇到佈局你就知，即係房住嘅舒適度、健康啦、陽光同清風，佢必須係考慮喺入邊噶嘛。因此嚟講，小區嘅設計嚟講之初都會考慮到即係流動嘅排布啦，遵承我哋嘅南低北高，流動嘅錯落位置係分佈係有原則噶嘛。咁滿足咗採光冇遮擋、觀景視野好嘅條件。咁仲你需要睇係咩咧？設計動線，從入小區大門開始，一步一步行入去。咁到咗你屋企入邊每一個點嚟講都係要好噶嘛。咁包括小區大門同出口嘅設計、地下車庫啦、內部景觀元能啦、社區活動空間啦、入戶大堂等。咁仲需要係咩咧？即係每好嘅景觀係要好睇嘅效果啊嘛。咁又要滿足全家人嘅休閒活動嘅功能需求啦。咁第二嚟講就係睇外立面啦，建築外立面嘅建築材料係建築嘅面嚟噶嘛。咁隨住時代嘅發展，立面除咗係講究實用性啦，咁即係更多嚟講係追求一個品質同一個設計感。咁睇立面嚟講材料，首先住宅外立面嘅材料一般嚟講大概分為7種。邊7種咧？照住成本單價從低至高分別為係外牆嘅塗料啦、真漆同外牆面磚啦，同保溫一體嘅鋁板掛即係鋼架嘅石材同呢啲玻璃幕牆。咁目前市面上比較流行係咩咧？就係真漆，成本嚟講係低，效果好，咁應用嚟講係比較廣泛噶嘛。咁而高端住宅常用嚟講係鋁板同玻璃幕牆，咁佢嘅品質感嚟講係比較高啦，美觀精緻。咁喺建築嘅風格嚟講，當下流行係審美趨勢嚟講就係建築嘅造型係去化重建嘅。咁細節工藝嚟講係由粗到細，顏色上面嚟講係突出嘅嗰啲格局嘅高級感啦。咁主流住宅風格嚟講，一般嚟講都係新竹式、現代、新亞洲、新古代。首先，設計嘅買樓主要一個關鍵係咩？就係戶型。佢係一個有房子靈魂嘅地方。可戶戶型包括咗6項標準啦。首先，方正、南北通，客廳同雙臥佢嘅朝向係朝南噶嘛，避免咗走廊功能分區明確。咁個房間嘅面積配置嚟講係比較合理噶嘛。首先嚟講就係睇形象啦，正身同面寬嚟講係比介於係1比1.5之間係比較啱啊嘛。喺朝向嚟講係正南同東南、西南、正北
東北、正北、正西北同西北。第三嚟講就係睇尺度啦。洗手間嚟講係大概4至5個平方，臥室面積嚟講係大概12個至15個平方嘛。咁客廳嘅面積嚟講係22個方至30個方嘛。咁廚房面積嚟講係大概4至5個方嘛。4嚟講就係睇動線。唔同嘅功能區嚟講嘅區域係有即相互通、獨立又動線合理。比如話我哋流行嘅客廳陽台一體化設計嚟講，即係空間係開闊噶嘛。咁營造嘅就係咩咧？高下空間，拉近咗我哋屋企人之間嘅距離。第五嚟講就係睇公攤啦。個房嘅得房率高公攤少，陽台啦、設備平台啦、露台啦，呢啲盡送面積嚟講係都係多益善啦。咁睇社區嘅智能化打造啦，咁智能化社區係即係考驗你成個高端社區嘅關鍵因素啦。所謂嘅智慧社區嚟講係通過社區嘅智能分房系統啦、無減嘅歸家系統啦、智慧管理平台呢多個系統，借住我哋社區網絡化平台，為社區居民提供一體站嘅服務，咁可以極大嘅提升咗我哋嘅生活便利啦。買房必看嚟講就係建築材料啦，咁建築材料好唔好可以直接關係到房屋建設嘅質量啦。咁常見嘅建築材料係咩？第一嚟講就係結構材料啦、金屬材料同非金屬嘅材料，咁植物材料同合成嘅高分子材料啦，同化學嘅材料啦。咁第二個嚟講就係裝飾材料啦。裝飾材料一般係分為咩咧？就係塗料啦、油漆、鍍層同貼面、同瓷磚同玻璃。咁第三嚟講即係專業材料啦，佢主要係用於係咩咧？就係防水、防潮、防腐同防風。咁仲有係防火、咁阻燃啦、隔煙同隔熱、保暖、密封啲材料等。咁首先我哋喺購房嘅時候，一定係需要注意呢幾個。咁除咗平面立博嚟講，呢3個維度，即係項目建設即係團隊係是否係專業嘅？咁社區樓盤嘅設計理念係咪好打動人？咁以及佢嘅水電暖氣等呢啲即係遮蔽嘅設計係冇考慮到比較妥當啦。呢個都係需要進一步去考察嘅重點啦。當然買樓必看嚟講就係綠色智能。咁隨住時代發展，現代人居建築越來越追求綠色、健康、智能。咁好房帶嚟嘅更健康嘅生活方式。綠色建築同我哋嘅社區智能化社區都已經成為咗人居新趨勢啦，都係國家大力提倡嘅方向啦。咁買房係跟住我哋趨勢行啊嘛。我關注呢2個點係是否係綠色建築。綠色住宅係指針對可持續嘅材料同技術建造嘅住宅，譬如話喺材料方面啦，使用咗無隔傳嘅呢啲有毒有害物質嘅環保材料啊。喺施工打造上面嚟講，打造建築配式嘅建築、被動式嘅建築等，通過新工藝啦、新材料提高我哋嘅居住品質。而裝配式嘅建築為例啦。施工喺建築階段嚟講，可以減少20%嘅碳排放啦。咁全生命週期嘅碳排放可以降低40%。喺現場嘅施工嘅工人數量可以減少60%到75%啦。咁建築嘅粉塵會即係減少2至3成，更加嘅節能環保。咁房屋嘅性能會更好啦。首先嚟講係睇咩？就睇建築嘅用材用料同選擇嘅標準。咁建築方向嚟講，喺材料使用前嚟講，即係嚴格係需要遵守就係咩咧？先檢後用嘅原則啦。咁而將建築材料係寫入購房合同入邊，因此嚟講，購房者可以喺商品房買賣合同附件可以進行可以查睇。咁第二個嚟講就係部件嘅品牌選擇啦。甄選部品呢啲部件嚟講係是否喺國內國外係一線品牌啦？
是否係有品質嘅保障啦，比如話鋼筋嘅強度啦、防腐能力啦，同門窗嘅同玻璃嘅厚度啦。隔音同隔熱嘅情況唔同嘅品牌同知名品牌買房係需要睇嘅。咁建築嘅質量嚟講，建築質量係即係紅線啦，都係底線。咁直接關係到居住者嘅生命財產嘅安全啦。咁常見嘅房屋質量問題可能都係即係牆面滲水啊、地面空鼓啊、牆皮脫落啊。咁嚴重會影響我哋建築嘅使用嘅壽命嘛。咁點樣去判斷佢房屋質量嘅好同壞咧？首先係有幾個方向嘛。第一嚟講，喺內部睇牆體是否係漏水啊，睇水電係是否符合國家嘅標準，睇小間係是否係有滲漏，咁睇排水管啦，是否會回流啦，同門窗嘅密封度同保溫性啦。咁第二個嚟講就係從外部睇是否係穩定，咁睇牆體嘅裂縫同我哋嘅樓板嘅裂縫，睇電梯嘅使用體驗啦。所謂建築質量嚟好嘅房，首先係地基打得牢，但結構撐得住，房屋先可以立得穩。咁其次嚟講就係建築外牆嘅保暖、隔音同防水，刀槍不入先可以遠離外界嘅環境嘛。再次就係牆面、屋頂同地面同平滑啦。咁潔淨、順直同深層，即係聲情舒暢。最後係室內嘅裝修、水電同氣鏈更落通暢啦，咁先可以俾到大家生命同呼吸啊嘛。咁如果係了解即係房屋施工嘅細節嚟講，幾個原因啦。首先嚟講就係睇施工工藝同回填，即係如何去回填啦、防水啊、隔音同外牆保暖啦，咁同排水啦、同牆面嘅抹灰啦、同地下車庫施工工藝等啦。咁是否係有工法同工序啦？睇團隊管理是否係嚴格啦、嚴謹啦？工地現場是否係整齊有序啦？咁好嘅保障同專業嘅工序啦，先係品質嘅保障嘛。咁以上都係通過房企對外展示嘅透明工廠啦、工藝工法同樣板嘅單去展示。咁工地開放嘅呢啲活動嚟講，都係新嘅會了解。咁買房嚟講，社區嘅配套係隨住我哋嘅入住觀念不斷嘅提升。咁人哋我哋對於屋企嘅概念嚟講，除咗房本身嚟講，我哋更加係會注重呢個配套啊嘛。咁房呢個嘢變成買房係買咩啊？買生活。咁一站式嘅全齡生活，更加係購房者崇尚嘅一種新主題啦。咁如何判斷呢個社區配套好唔好？咁全齡階段嘅社區配套係根據唔同生命週期嘅家庭社會結構係唔同嘅選擇同需求啊嘛。咁打造全齡化嘅健康社區，滿足唔同嘅比如話老年啦、中年、青年、幼年唔同年齡段需求啦。咁無論係全家聚會啦，亦係一個人而閒坐啦，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小幸福啦。咁第二個嚟講就係高端社區係圍繞住呢啲會所啊嘛。咁物業用房啦，呢啲空間展開設計啦，咁配套社區嘅商區食堂啦、社區娛樂啦、社區健身啦、社區康養啦，同兒童成長呢多個場所啊嘛。咁係讓業主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好。咁喺生活中嚟講，方方面面滿足業主嘅需求啦。喺一個社區嘅配套成熟度嚟講，係好大程度決定咗呢個屋企嘅生活質量啦。所以買房係時刻係需要關注啲要點噶嘛。買房迫害，業主服務買房只係開始，服務先係未來美好生活嘅延續啊嘛。所以好嘅物業服務唔同，整於係提高居住品質，更係物業房產保值增值嘅砝碼。如何考察呢啲物業嘅服務好同壞呢？首先係睇我哋嘅物業公司嘅實力啦，主要係幾個維度啦。首先嚟講就係物業公司嘅資質同品牌嘅知名度、業界嘅認可度啦。
咁仲有嚟講就係業主嘅口碑啦。一般嚟講，物業公司管理規模越大，管理經驗嚟講就比較豐富嘛，企業嘅人才儲備就更加多。管理嚟講，相對於即係比較規範啦，同專業。咁第二嚟講就係睇我哋業主嘅同對於物業嘅服務標準同好物業同維有住我哋社區環境同我哋業主體驗即係方面嚟講可以發現啊。首先通常會帶嚟比較豐富嘅體驗感啦，如社區整潔啦、宜居，同讓人哋舒心全方面嘅安防護，讓業主安心貼身關懷業主啦，讓人暖心。咁喺業主權益嚟講，展開幾年，咁房企為咗提升服務同會拓展業主嘅權益，咁就介入咗，比如話即係衣食住行求遊娛等資源，即係俾業主享受到更多一站式嘅專屬權益啦。咁提升咗自豪感啦。總結以上6點就係好房嘅關鍵。咁如何考核指標？如何好房？用一段話總結一下啦。就好似去餐廳就餐咁，菜品首先係經過設計噶嘛，咁由好嘅廚師嚟做，再由好嘅服務員進行服務，先可以構建好嘅用餐體驗嘛。同你都係噶，喺社區即係設計階段啦，從五個感覺同生活感啦出發，做好產品規劃，將綠色智能當下未來嘅發展方向，應用新材料啦、新科技，提升居住品質。咁好嘅質量係離唔開好嘅用材用料噶嘛，仲有好嘅管理。咁建築嘅用材用料嚟講，經過咗嚴格嘅篩選同確保品質，咁個別部位甚至於比國家標準仲要高。咁建築方面嚟講，都係嚴格去把控施工嘅工藝，咁做好團體嘅管理，確保每一處施工嘅細節，確保即係高品質嘅施工落地。咁好嘅服務就係需要有個體驗空間嘅承載嘛。通常服務社區呢啲都會提供打造社區配套，都滿足全地段嘅一站式需求嘛。咁同時好嘅物業、好同位都可以直接決定咗入住後嘅質量。喺提供長區服務基礎，仲可以通過業主權益去增加服務，增加業主嘅體驗。咁好房就係好服務啦，好生活啦，呢個先係理想家嘅模式。咁我係廖凡，都係廖老師。咁我希望將我哋專業可以幫助更多啲人。所以嚟講，如果係有人覺得需要嚟講，可以拉我啦，或者係關注我哋嘅頻道。我哋下一集節目嚟講會更加精彩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飛人興置業專注講大灣區樓市分析，有豐富的市場經驗、專業啲數據分析能力同埋卓越嘅項目管理，給你一個最佳嘅購房建議。免費1對1私人資產配置服務，係留有專業司機團隊免費接送，購房贈送飛人興置業 VIP 客戶福利10大禮包。訂我哋 YouTube 頻道 WhatsApp 微信私信我哋啦。大灣區更多好食、好玩、好房優惠，同埋飛人興等住你。